迎接明年台南400议员陈鸿武透过甲辣妹翕相，就希望借机会来宣传。当年台南400拍头阵的台湾灯会，其中针对沙仑灯区的部分，因为灯区真大，行路要1点钟，所以议员嘛希望市府参考云林的经验，提出伫高铁站区的范围规划巡回接驳车，甲市府讨论。我们整个灯区其实蛮大的，其实在走整个绕完整个灯区，用走的徒步可能要1个小时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现在要求大家都可以将车停在特定的停车场，甚至坐公车过来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性再做一个巡回的接驳车？现在在烦恼的是，一方面有要去购物的，一方面去搭高铁的，这个人潮不要造成了交通的拥塞，耽误了人家要赶车的时间。那如果高铁区就是灯会区在区内接驳，这个部分要慎重，因为如果再增加交通量的话，那可能就会变成交通更乱。我们现在已经想说如何减少高铁站区、沙仑区内的车流量。办灯会除了徛伫服务民众的角度，同时要慎重考量对交通的冲击。会中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观光旅游、文化甲交通等相关的局处，需可将灯区的活动延伸到良家空山节来积极行销，让观光客对早到暗拢会当体验。沙仑灯区它适合你 day and night 玩，从早玩到晚。为什么？我有3间 outlet 在那边，所以我才会要求说有没有这机会交通局协助，早上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的沙仑园区之后，到晚上的时候比较多可以观赏的地方，在我们的空山记的市集。议员除了关心台湾灯会伫台南的规划，嘛要求正式体检设施来活化良家180线桥卡环境，并打造成适合各种年龄层的公园，而不是现在拢无啥物人行搭的盲仔公园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根采访报道。